来关心新冠疫情，重症和死亡病例拢增加。来看台南市统计到6月11，有50例重症，8人过身，大部分拢是65岁以上的士大人。其中是有9成无注疫苗。安平卫生所透早就200人当要看诊注疫苗，最近感冒发烧的人尤真多，尤其新冠肺炎拖较真严重。根据台南市卫生局统计，全市病院通报已经50例新冠并发重症，其中8人不幸过身，大部分患者拢是65岁以上的时代，也是有慢性病史的人。卫生局指出，其中9成拢是无注疫苗的。会烦恼啊？安怎讲？因为这 COVID 那个病毒那变化很快啊。疫苗时间到了可以打，我们就会来打，要保护自己啊，也是保护别人。说新冠重症的话，就要是以呼吸道为主，它可能一般的话，可能是说有上呼吸道的症状，可能说有一些咳嗽啊、喉咙痛的症状。那如果说重症的话，可能会变成喘、痰变多，还会有呼吸衰竭的现象，那种现象可能就会有时候出到教病房里面去做观察。疾管署近日资料显示，虽然新冠疫情有6例在降，不过重症参死亡个案又在增加，特别是50岁以上的族群，住院人数有增加的趋势。台南市卫生局强调，注疫苗确实有对抗疫情上有效的方式。嘛，因为台南65岁以上的时代，注疫苗率是24.24%，6都内面排第1，所以重症死亡率平全国各家。全国累计通报774例的新冠并发重症个案，其中132例不幸死亡。那多数都为65岁以上的长者或有慢性病患者，而且这些确诊的一个跟死亡的病例之中呢，有近9成未接种 JN.1 的疫苗，显示接种疫苗仍是预防重症最关键的防护措施。疾管署6月11开始调整注疫苗的规定，65岁以上的时代，55岁至64岁原住民，参检疫力较强的人，第二剂 JN.1 疫苗通过2个月就通过注。台南市卫生局嘛讲，配合中央政策，专门启动便民注疫苗的服务，会使去卫生所，也是透过注疫苗平台来注文。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。